中华民国国民外交协会台南市会21日暗时伫安平举办会长交接典礼，由陈秋丽交棒予第40届会长郭振东。交接典礼冠节文吉，外交部 NGO 执行长王雪红、市长王伟哲、议长郭信良、副市长戴谦、社会局长蓝英基、中华日报社长邵英杰、九一外勤记者协会理事长罗启俊等贵宾，拢应邀出席观礼。交接运行。台南市会呢，一直以来，今年是第40届了，一直扮演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角色，也跟我们全国的 NGO 做了一个很好的示范。因为你们除了在你们的专业非常的努力，非常的有成就之外，也帮我们国家做了很多国际交流、国民外交，然后呢，也热心公益，然后也热心人道援助，让大家知道说我们台湾真的是国际社会的典范。我们国民外交协会的友会的友人这个帮忙，能够帮忙政府打通任督二脉，能够帮忙政府做好这个邦交正式邦交所不能够做的，我们非常非常谢谢各位。第39届会长陈秋丽是外交协会台南市会创会以来第一位女性会长。虽然这2冬受到疫情影响，国际之间的交流更加困难，不过在外交部以及协会干部协助鼓励之下，也予伊相当的安慰。全体会员眷属的大力尊崇鼓励，支持继外交部政府机关长官们不吝指导下，添补充实空档空间，乃能依稀可见精彩的业务展现。新任会长郭振东表示，疫情严峻，和国际难以交流，不过民间的友谊爱持续交流，未来也会透过更加圆融、包容的方式来推广外交。在疫情严峻的一个状态下，我们往好几年都一直是在一个无法做一个好的推广。那我们也期待未来，也就明年的一个整个状况，如果疫情的一个缓解，那我们希望能做到国与国的一个民间的一个组织团体的一个联系交易。那另外我们在国内的部分，当然我们是希望说因为借由国民外交协会在国内这些会兄会姐就是大家的联谊，在一个更圆融更包容的一个状态下来推广国民外交。新任会长郭振东指出，虽然目前无法度出国，不过外交协会随时已经准备好只要等疫情趋缓，伊将会率团前往韩国、蒙古进行国民外交。若是疫情真无法度，也将推动线顶以及文书交流，和国民外交的工作持续运作，未中断。台南新闻张秀维采访报道。